我話你知，優才嘅歷史，聽住啦各位。開學第一日係個好開始。嗰日係點㗎？校服着得好整齊，文具全部都帶齊，拎埋上啲龍山課，開開心心去上課。等我話你知，優才威水史。聽住啦各位。學位教師多個人，小班教學最全晒。仲有啲咩咁叻啊？全港學科評估試成績卓越，執股試小學升中，一條龍課程豐富又輕鬆。等我話你知，優才嘅好處。聽住啦各位。逢一三嘅才華班，真係不留得揀，滾軸溜冰，絕不停，中意音樂，就揀手鈴。花式跳繩，冇難度，男女都學。跆拳道，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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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藝術體操，最優美，一齊跳舞，笑嘻嘻。優才培養個精英，個人自由冇得頂，個別潛能盡發揮，人人都話我威威。家長義工組。